公子，继续走。走，挺舒服啊。哎，公子，是你啊！舒服到不愿意起来了？还真是女中豪杰啊你！我不是故意的。给你几分颜色，是不是要上天了你？停一下，我们要检查一下轿子。那个，不是，外面的人要抓我，公子，拜托帮帮我，啊，帮帮我，啊！我家公子还有要事，都让开。走啦，告诉我怎么躲就行，为什么要？哎，公子，你我屡屡相遇，也算有缘。啊，你不记得我了？我本想着过几日找人打听一下，看能不能找到你。找我？嗯。昨日总归是被你救过一回，知恩不报，非君子所为。嗯，你什么你？方才不是很伶牙俐齿的吗？你怎么可以这样？男女授受不亲。算了，我不跟你办见识。是我没见识，我怎么不知道京都的女子何时兴做男子打扮？我爱怎么打扮就怎么打扮，关你什么事？既是男女授受不亲，那男男授受就无妨吧。你脸怎么红了？我没有啊。是吗？公子，南城粮仓着火了。多谢公子救命之恩，来日我一定会想办法报恩的。但是我现在有要事在身，我先走了。粮仓要地不容有失，让暗处的羽林军都撤往南城救火。是。为什么心跳这么快？哎呀，算了，还是先别想这些，送信要紧。不知道哪儿可以买到快马呢？哎，我的荷包呢？公子，等一下！停一下！公子，又怎么了？我荷包落下了。谢谢。站住！这些身影是昨日沐尘寺的人，追！昨日今日，你都出现得很巧啊！啊，什么很巧？束手就擒，我上留给你们一线生机。
这轿子里钻出来的小娘子果然好精致，就是不知道老子把她的脸给刮花了，你还喜不喜欢？这，让你们的人都退下，你跟我走，我保证你的小娘子平安无事，你们还能好好的快活快活。拿下！是想让你的小娘子跟我们一起陪葬吗？杀！他们是谁啊？为什么要抓我？小心！走。靖王，事情已经办妥了，放心。小女去寺里焚香，恐怕今晚不能归府。无妨，温夫人，可有客房给小王暂住？文小姐不接旨，老奴也不好回府复命，便随着景王一起等吧。我这就去安排。